大家都講馬拉松係一種堅持下去的比賽，用白因為堅持到親密的人將會打到頭名真嘅你看有當人走馬拉松計下走啊，唔單止係走嗰種當長距離啊，係講走嗰種800公尺、1600公尺嗰種，因為小學、中學唔係有那種體適能測驗咩，唔係有愛測試人嘅體能嘅測驗，可能走到T30嘅下T3K 嘅下，你就知道講哇，人生用很安坐，冇想去過走下去，唔過係講唔過挨過嗰種當唔艱。當唔鬆爽，當艱苦嗰種幾段路程，唔會知道講哇，面前頭前嘅路上，一場變到當順嘅感覺。故所咧，走馬拉松就係一種當有嗰種堅毅嘅精神。接下來向下來看一下，家下啲劇情第幾度咧出現咧哪條嘅黑化了？第一個，顆粒皮。顆粒皮，擦破皮，擦破皮。來睇下南西煙強。毛溜皮，毛溜皮。聽呢隻，腳擺擺，腳擺擺。跛腳的樣子，跛腳的樣子。記得咯，呢一片擺，我踢隻擺我邊條腳擺擺，唔好念做腳擺擺哦，安尼就唔錯了。再來，開，忝，疲累，疲累。呢開咧。哈唔好念嘅時間，記得留特集嘅字母，攞佢分開來念好 K-E-O-E，安尼你就會念個較好勢條咯。下輩，林田港，黎明。老師跟有關係啊，頭擺課上沒有教過當到林阿妹、林田港、當豬、下豬，大家有閒嘅下就做得清楚來個複習過了。下擺接下來看幾個了，手同腳都顆粒皮，手同腳都顆粒皮，手和腳都擦破皮。手和腳都擦破皮，來睇下南西煙強。手同腳都毛溜皮，手同腳都毛溜皮。下擺行路腳擺擺嘅，行路腳擺擺嘅，走路跛腳的樣子，走路跛腳的樣子。來睇下南西煙強。行路腳擺擺嘅，行路腳擺擺嘅。下擺當開嘅時節，當開嘅時節，也做嚟講當忝嘅時節，當忝嘅時節，很疲累的時候。很疲累的時候，來睇下南西煙強。該開嘅時節，該開嘅時節。再來，林田港較涼爽，林田港較涼爽。黎明比較涼爽，黎明比較涼爽。來睇下南西煙強。林田港夠涼爽，林田港夠涼爽。